亞灣區100方左右大裝修，又有咩樓盤可以選擇啊？樓盤真係好多，中介又多啊，公司又多，揀到眼花繚亂。咁我幫你梳理下，好嗎？咁啊，上次亦都講過啦，呢一條塔深鐵路為界咧，以北基本係惠陽淡水，往南咧基本係大亞灣。咁啊，大亞灣區呢個區域咧，其實係大到不得了嘅。咁啊，由林森呢度開始劏到去邊度咧？一直去到呢個小徑灣嗰度都係，小徑灣一過就係十里銀灘。所以咧，我哋呢幅圖係畫唔晒成個大亞灣嘅。你諗下有幾誇張？如果我揸車咧，由呢邊林森片區一直穿到差唔多十里銀灘嗰邊，成粒鐘先可以穿過。所以成個大亞灣咧係好大。板塊嘅話，主要係三樣。呢一邊林森啦，仲有呢邊近萬達啊，或者呢個比亞迪商圈，咁啊，仲有呢邊咧中心區澳頭呢邊咧，主要係3個板塊去組成嘅。咁啊，其中嘅話，澳頭同埋中心區咧，唔係靠地鐵出行嘅，係靠我哋惠深沿海高速愛心樓巴西湖出行去翻呢個蓮塘或者羅湖福田嘅片區嘅。佢上高速1粒鐘咧，同埋你呢啲林森片區坐1粒鐘地鐵咧，係唔會太大差別嘅。所以呢邊主要靠呢個巴士 ，OK。咁啊，如果到萬達嘅話，佢嘅選擇性又多啲。萬達去呢個惠陽站同埋呢個沙田地鐵口都係15到20分鐘左右嘅 ，OK。呢個片區嘅優點。各位觀眾大家好，咁啊，我哋又嚟咗第4集啦喎 ，OK。咁啊，今期節目主要講呢個大亞灣區100方左右大裝修，又有咩樓盤可以選擇啊？樓盤真係好多，中介又多公司又多，揀到眼花繚亂。咁我幫你梳理下，好嗎？咁啊，上次亦都講過啦，呢一條塔深鐵路為界咧，以北基本係惠陽淡水，往南咧基本係大亞灣。咁啊，大亞灣區呢個區域咧，其實係大到不得了嘅。咁啊，由林森呢度開始劏到去邊度咧？一直去到呢個小徑灣嗰度都係，小徑灣一過就係十里銀灘。所以咧，我哋呢幅圖係畫唔晒成個大亞灣嘅。你諗下有幾誇張？如果我揸車咧，由呢邊林森片區一直穿到差唔多十里銀灘嗰邊，成粒鐘先可以穿過。所以成個大亞灣咧係好大嘅。咁啊，如果港人過嚟買呢一邊嘅一個樓盤咧，一係就林森地段，一係就中心區近呢個萬達地段會比較多啲。下涌嗰邊嘅嗰個樓盤咧，一手樓唔係好多嘅，海悦灣啫咁啊會比較少啲。咁所以我就畫咗呢一部分咧喺我哋公司嗰度。咁啊，同大家去分片區講下先。如果分板塊嘅話，主要係3樣。呢一邊林森啦，仲有呢邊近萬達或者呢個比亞迪商圈，咁啊仲有呢邊咧中心區澳頭呢邊咧，主要係3個板塊去組成嘅。咁啊，其中嘅話，澳頭同埋中心區咧，唔係靠地鐵出行嘅，係靠我哋惠深沿海高速愛心樓巴西湖出行去翻呢個蓮塘或者羅湖福田嘅片區嘅。佢上高速1粒鐘咧，同埋你呢啲林森片區坐1粒鐘地鐵咧，係唔會太大差別嘅。所以呢邊主要靠呢個巴士 ，OK。咁啊，如果到萬達嘅話，佢嘅選擇性又多啲。萬達去呢個惠陽站同埋呢個沙田地鐵口都係15到20分鐘左右嘅 ，OK。呢個片區嘅優點就係咁。咁啊，如果到咗下邊呢個比亞迪龍海3路商圈咧，佢就主要靠邊咧？靠呢個田心地鐵口喺我哋大亞灣南部以及咧仲靠呢個坐公交車咧去沙田站會比較多啲嘅，亦都係主要靠呢個地鐵。咁萬達咧仲可以靠高鐵喺呢度去高鐵站就會稍微遠啲啦，20零分鐘左右，大概係咁。咁啊，如果呢邊一線林森呢一堆咧，仲梗唔使講啦除咗地鐵就係地鐵。如果喺林森一線呢度出發嘅話，去到深圳坪山高鐵站同埋惠陽高鐵站個時間咧係差唔多嘅，約摸都係半個鐘左右咁啊，所以呢3大主要板塊，咁我就講到差唔多啦。咁啊，先從一線林森開始嘥啦，好唔好啊？嗱，一線林森嘅話，如果100方嘅話，帶埋裝修咪德州城咯，98方3房大就一次。佢目前全部都係現樓下邊旺到飛起嘅。不過咧，佢係毛坯，然之後放款之後再幫你去砌裝修。咁啊，佢嘅首期咧1萬零2萬蚊就搞掂啦，單價咧11000左右，1萬零幾百，大概咁上下。OK 呢邊係100方左右大裝修，一線林森。咁啊，如果過到嚟呢邊嘅話，仲有一個珠江四季悅城啦，咁啊7、8千啦，亦都有呢個100方左右100零幾嘅，然之後都係大裝修嘅。OK。
咁亦都係比較大嘅一個社區嘅，然之後喺呢邊入去都係可以選擇得到嘅。咁仲有就係咧，翠嶼東部蔚藍海岸啦，100方左右亦都係有大裝修嘅，而且咧呢個超級大型社區，即係大到同埋星河單堤差唔多，林森嘅一個超級大社區之一。嗱，其實一線林森、二線林森嚟講，主要有3個超級大型社區，一就係呢個東部蔚藍海岸，二咧就係德州城，三咧就係龍光城。龍光城係冇一手樓嗰啲高層住宅賣嘅啦，但係呢啲帶城字嘅，佢係真係一座城嚟嘅。成呢3個樓盤咧，我估計約摸都差唔多成10零萬人喺入邊都唔誇張，因為真係好大，N 多幾廿棟樓係好誇張嘅。咁呢一度咧，亦都有100方左右帶呢個裝修去交付嘅，簡單裝修，不過起碼都有。咁呢一邊嘅一個首期亦都係好低大概2萬零3萬蚊左右就搞掂啦。我哋公司都買過幾層嘅。咁而且咧，佢嘅一個內部設施係非常之豐富啦。咁你諗下，星河單堤係差唔多，佢就差唔多噶啦。門口咧有商場，亦都有2條巴士線去沙田地鐵口，好誇張。2條巴士線個總站都喺呢度。OK， 咁直接導致隔離金沙豪日同埋呢個美欣河畔都要靠佢嘅一個配套兜一兜嘅。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就要講隔離個金沙豪日。金沙豪日嚟講嘅話，係呢一片區林森地段嘅一個現樓帶裝修嘅唯二選擇之一啦嚇。咁呢一邊嘅話，有一個95仲有一個97嘅一個戶型3房以及4房，佢都係非常之唔錯嘅，係已經裝修好嗰種嚇。咁首期都好低，亦都係2、3萬，然之後其他全部按揭搞掂。咁再落嚟啦，龍園華府呢一邊咧係比亞迪片區啦。龍海3路最旺嘅地方只有2度，一咧就係呢邊比亞迪片區，二咧就係龍光城片區冇啦，因為佢呢成條路咧都只有呢2個片區有商業。龍光城有一個大亞灣嘅南京世界，呢一邊咧同埋大亞灣萬達差唔多體量嘅，好大嘅一個商場，加埋現成嘅一個配套比較多，所以嗰度起到身。呢邊比亞迪咧係因為比亞迪真係有1期、2期以及3期3個廠區連埋一齊，仲有其他科技園區，咁樣咧先砌到呢度係非常之多人住，好誇張，一條路成5個商場。OK， 咁呢邊落嚟真係就誇張啲嘅，呢邊先發展到起身。咁龍園華府依家全部現樓狀態，咁亦都係可以選擇呢個大裝修交付，咁後期同你裝修嘅啫嚇，亦都係有100方左右嘅一個3房嘅，亦都係直廳戶型。咁後邊咧就係呢個板張嶺嗰個森林公園啦，大家可以見到爬山之前都行過下 OK 嘅。咁再過嚟啦，卓州綠景南莊嚇。都係現樓不過咧就係要之後放咗款又帶裝修咁樣嘅類型嘅。佢嘅一個戶型實用咧又好大嘅，亦都有100方左右嘅一個3房。佢嘅一個戶型嘅跨度太大啦100幾、110幾嗰啲好多選擇嘅。OK， 都係呢個現樓狀態。咁隔離華潤溪咧就係樓花啦就唔係現樓啦，但係咧佢嗰個95平方左右嘅一個3房2次直廳咧，帶精裝修係大亞灣帶裝修嘅樓盤之中嘅佼者非常之唔錯。咁仲有依家係砌好裝修嘅一個情況咧仲有呢個博林騰水都唔錯出咗新政策93+8左右啦，依家又送家電送家私送呢樣送嗰樣啦，9000零蚊。點解咁呢？因為我之前拍過嘅，呢幾日拍㗎嘛。泰豐金鳳園呢，佢都係現樓狀態啦。佢雖然係冇批啦，就直接同呢個盤競爭，一牆之隔，非常之誇張嚇。咁係咁啦。再上嚟仲有一個德州朗斯樂園，非常之多港人中意㗎啦。呢個係目前大亞灣所有樓盤之中呢個露台最長嘅6.8米左右嘅一個咁誇張嘅。前兩日亦都發咗條片啦，8棟啦，115又加推咗仲有一個95嘅，95嘅佢喺呢個7棟嘅貨量咧仲有嘅，起碼我哋高樓層仲可以選擇啦。我哋都賣過幾層，同客戶咧真係上到去咁高望出去嘅一個視野係超級一望無際。除咗呢度有個學校之外咧，仲可以遠處直接望到呢個板張嶺嘅森林公園，都係帶裝修交付㗎，非常之唔錯嘅樓盤。仲有佢後邊咧。
天地自在城啊，係華發嘅，咁啊佢其中有一個102嘅一個橫廳戶型咧嚇，就係一個大裝修，咁啊其他亦都係大裝修。佢87嗰個贈送空間非常之大，直接送多咗一個房間俾大家。咁啊依家主要銷售咧係呢一個角落頭嘅一個3期戶型啊，從入門口嘅一個抬高式嘅設計啦，整到同還原嘅係一樣啦，以及咧佢有一個游泳池，再加埋咧我幾乎日日會經過呢個樓盤，我會發覺佢嘅一個起個速度好快，咁啊呢一排係有幾棟樓嘅。如果經常路過龍海一路嘅朋友可以發覺，你每一個星期翻嚟嘅話，都會見到佢嘅一個建設速度係快好多嘅。咁啊依家亦都係近幾乎封頂狀態。佢3期啱賣出嚟出嚟賣嗰幾個月咧，只不過係打到大概5層左右嘅。我當時都拍咗個片嘅，大家可以撳一撳嚟睇。依家真係快封頂，所以呢個樓盤都好快嘅。咁啊，仲有咧泰豐木馬湖啦，到呢個萬達片區啦。泰豐木馬湖咧，而家只有2個 size 在售嘅啫，就係呢個6期嘅一個109嘅4房啦，仲有呢個4期嘅106方嘅一個3房在售噶啦，亦都係帶埋裝修噶啦。OK， 咁啊，今個月就準備去交樓，大概就咁上下嘅，非常之多人中意嘅一個樓盤啦，大裝修。咁啊，仲有長林苑都係大裝修，長林苑仲有88方嗰種，但係都係嗰種按揭之後再同你裝修，咁啊幾個月同你搞掂呢種戶型嘅嚇，呢種設計嘅。OK， 咁啊仲有呢邊到五月廣場，五月同萬達好近㗎啦，可以稱為同一個片區啦。碧桂園嘅城央印象，雖然同碧桂園依家冇乜拉能啊，城央印象咧佢都係現樓已經砌好裝修嗰種樓盤嚟嘅。咁啊佢依家咧仲有啲尾貨啦，我近期亦都係去拍過，大家可以點一點條片嚟睇睇。咁啊100幾方啊，到呢個80幾啊。咁樣嗰啲都有得選擇嘅，亦都係直廳嗰種3房2次戶型嚇，可以關注下。而且咧，而家嘅一個售價嘅話，佢都係最低嘅話9000零1萬左右都有，9000零都可以同大家傾一傾。不過呢個係冇低首期㗎，呢個係要15%嘅正常首期。而泰豐木馬湖咧有零首期，低到幾千蚊都 OK 嘅，冇所謂。咁啊呢邊上林苑都係大概2萬蚊左右，亦都係低首期。咁啊呢度有啲唔一樣 ，OK。咁啊仲有翡翠山啊，嗱翡翠山咧亦都有在售嘅貨量嘅。咁咧國慶期間係打咗4條8嘅，嗰個價錢依家咧佢稍為升咗少少價，佢依家在售嘅係呢個4期嘅戶型 ，OK 係4期啊嚇，4期不過咧行到呢個商場有少少遠，因為呢度有個益田價購物廣場啦，所以同大家講講，佢亦都係已經裝修好嘅。咁啊90零方啊，佢嗰啲80零方嗰啲都有嚇，大概就係咁。再過嚟嘅呢邊澳頭啊中心區域啦，呢邊咧粵海麗江花園近排走貨走得唔錯，因為佢50零買一個78方嘅3房，喺78方嘅戶型入邊嘅話，露台最長，大亞灣除咗佢冇第二家，而且咧係明年年初就交樓啦佢唔係話送裝修基金，咁我就納入範圍啦，佢就係將每平方米呢個800蚊嘅一個裝修補貼可以俾你揾到嗰個裝修公司嘅，呢個我亦都可以同大家 follow 翻呢個售後服務 OK 嘅。咁88方109佢嘅選擇都會比較多啲。咁到上面新華聯廣場，新華聯咧亦都係大裝修嘅，佢走量走得非常之誇張，特別咧有一個雙龍普珠戶型我同太太話都覺得呢度好中意喎，好誇張喎，係咪？好現成喎，加埋咧對面又係大亞灣嘅一個體育館啦。呢邊咧坐呢個衛大花線，水一聲就可以翻到圍城，好快。呢邊惠民廣場咧又喺度砌緊呢個大亞灣嘅一個圖書館，所以大亞灣好多公共設施咧都全部喺晒入邊，包括埋佢南邊咧呢度有一個紅樹林公園，亦都係非常之OK 嘅，環境唔錯嘅。仲有佢後邊呢邊都係一行路過去就係中國大學維雅醫院，大亞灣唯一一個3甲醫院就喺呢度。咁仲有一個樓盤咧，就係 Kevin 最近去拍嗰個裕潤華府啦。大概喺邊度咧？係喺呢度嘅，同新華聯基本係同一條路嘅。咁佢裝修亦都唔錯㗎啦嚇。咁近排咧亦都有唔少 agent 去拍過嚇。咁7、8千左右嗰啲均價啦嚇，同新華聯基本係同一水平線。不過新華聯就要明年交樓大概就係咁。都可以做到呢個低首期OK， 好似差唔多啦喎。咁成個大亞灣，我由左同大家數到由西到東，全部都數得七七八八啦，應該都冇漏邊個啦。咁呢度就係成個大亞灣區100方左右帶裝修交付嘅樓盤啦。咁今期節目我哋就先到呢度啦嚇。
咁啊，即係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咁啊專業的人先講得專業的嘢，大概就係咁嘅情況。如果對呢邊買樓可能好迷茫，我唔知揀邊度，唔緊要，即管話翻你嘅需求話俾我知，我喺我腦入邊搜尋最啱嗰幾樓盤，馬上就彈翻俾你。我好似 Google 搜索咁樣好快嘅，我個內存咧好足夠嘅，好啊。好，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先到呢度啊！如果有咩唔明嘅，可以想同我傾下偈啊，隨時 WhatsApp 啊，然之後 WeChat 我都冇問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